今日睇呢個海景大平層咧，佢係帶有私家泳池一個大平層啊，就係我哋電梯入嚟左右手邊咧，就係佢一個私家泳池，獨立嘅一個電梯，一梯一伙。呢個就係佢入戶一個大門啦，子母門。呢度就係我哋公共區域又可以用到嘅地方，非常之 OK 啊！呢個係345方嘅一個大平層，全部都係大密豪華裝修俾你。呢個係一個交流標準嚟嘅，南北通透。呢個就係一線海景啦，旁邊係港珠澳大橋啦，對面就係澳門啦，樓下咧就係珠海嘅情侶路啦。呢個係叫做情侶灣1號。我哋依家嘅樓層咧喺30樓，咁如果係30樓嘅話，佢嘅一個價錢大概係3萬幾左右啦。呢個大平層佢做到4房2廳4個衛生間嘅，呢度就係餐廳嘅位置。咁呢個小紅台就可以望到珠海一個吉大一個成個吉大一個城市一個景觀啦。呢邊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同埋對面係一個工人房嚟嘅，就做到非常之大，豪華裝修，你見到都係交流標準嚟嘅。呢度咧就係佢一個主人房，獨立嘅衣帽間加埋一個衛生間，都係超級大嘅呢個，全部都係望海景啊，好清楚嘅望到澳門啊、港珠澳大橋啲地方，亦都係目前嚟講喺情侶路呢一邊，佢有一個交標，目前嚟講係最高嘅主人房衛生間嘅位置，衣帽間。呢度可以擺啲酒櫃、客房、公衞呢間係做個長輩房，都係套間嚟嘅。衞生間呢邊呢一間都係套間，即係話有3間套間，一個公用衞生間。前邊就係九洲港碼頭啦，依家係可以坐船到香港，但係呢個位置咧，你基本上你搭個車到港珠澳大橋，坐啲金巴返香港，其實都係1個鐘左右。或者你自己揸車揸去香港都係1個鐘左右，交通嚟講係好方便嘅。平時你嘅生活啦，喺去拱北啦、去澳門啦，或者去珠海嘅大型商場或者商都，開車都係20幾分鐘一個車程嚟嘅，非常之方便嘅。呢個大平層，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關注我、私信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大家現場嚟睇睇。